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主角就係明朝後期最傑出嘅政治家，亦都係中國歷史上最著名嘅改革家之一張居正。呢本書嘅名就係叫《張居正大傳》。喺中國歷史上，想要做一個成功嘅改革家，往往係一件非常殘酷，甚至吃力不討好嘅事。你睇返之前嘅商鞅，再睇下之後嘅王安石，雖然佢哋都憑一己之力扭轉咗國家嘅頹勢，但最後個人嘅下場，或者話歷史對佢哋嘅評價，往往都係充滿住爭議同埋悲劇色彩。講起呢本書，來頭一啲都唔細，佢被譽為20世紀4大傳記之一，更加係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嘅開山之作。作者朱東潤先生係一位非常有功力嘅學者，佢早年留學英國，深受西方傳記文學嘅影響，後來返到中國，成為一位著名嘅傳記文學家、文學史家同埋教育家。呢本書正正係佢由傳記理論研究轉入傳記文學創作家嘅一塊里程碑。究竟朱東潤先生筆下嘅張居正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呢？我哋平時讀歷史好容易人臉譜化、非黑即白，但呢本書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去臉譜化。張居正本身只係荊州一個普通家庭出身嘅讀書人，但佢憑住自己極高嘅天賦同埋不懈嘅努力，一路摸爬滾打，最終登上咗權力嘅頂峰，成為咗萬歷朝嘅首富，甚至係神宗皇帝嘅老師。佢喺在任期間，對明朝嗰啲積重難返嘅弊政做出咗大刀闊斧嘅改革，喺政治、經濟同軍事上都非常有建樹，可以話係一手締造咗明朝嘅中興。但係大家注意啦，歷史嘅複雜性就喺呢度。朱東潤先生借助咗大量嘅歷史材料還原歷史，並冇將張居正塑造成一個道德完美無瑕嘅聖賢。書裏面亦都非常坦誠咁寫，張居正為咗推行佢嘅改革措施，其實亦都使用過一啲唔光彩嘅政治手段，甚至佢嘅個人生活亦都唔太檢點。大家諗下，喺明朝中後期變化多端嘅官場裏面，面對住嘉靖、隆慶、萬曆呢三代性格迥異嘅皇帝，身邊仲有徐階、高拱呢啲同樣都係人中龍鳳嘅政治強人。若然你想成功辦事，仲可以係一朵出淤泥而不染嘅蓮花咩？呢本書分析得最深入嘅地方，就係將張居正同徐階、高拱以及歷代君王之間嗰種錯綜複雜嘅關係同埋周旋梳理得清清楚楚。佢哋喺重大嘅事件裏面，每一步棋嘅應對得失都俾作者一一點出嚟。讀下讀下，你真係會有一種身臨其境嘅感覺就好似自己企喺紫禁城陰影裏面，睇住呢堆聰明絕頂嘅大佬互相角力。然而，權力嘅反噬往往係比權力本身更加可怕。張居正生前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滿朝文武邊個都唔夠膽講個不字。但係佢一死，悲劇就發生啦。佢生前得罪嘅人太多，所以即刻遭到清算。一個曾經挽救過大明嘅皇朝功臣，死後竟然被剝奪諡號，落得抄家產嘅下場，連子孫都受到牽連。而最令人唏噓嘅係咩呢？係嗰個否定咗張居正改革成果嘅大明帝國，喺短暫嘅中興之後，亦都無可挽回地走向咗滅亡之路。成件事真係一個巨大嘅歷史黑色幽默。睇完呢本《張居正大傳》，我哋唔單止可以見到一個專制王朝裏面著名改革家嘅孤獨同掙扎，
仲對佢產生更加深刻嘅理解同同情。更加重要嘅係，朱東潤先生提供咗一個旁觀者嘅視角，令到我哋可以喺當時嘅歷史局限同埋今日嘅反思之間自由出入，游刃有餘。佢唔單止有極高嘅學術價值，對我哋今日點樣看待權力、看待改革、看待人性，都有住非常重要嘅現實指導意義。如果你對明朝歷史都感興趣，或者對喺複雜環境中點樣做事感興趣，呢本《張居正大傳》你絕對唔可以錯過。